我哋經常過嚟嘅，一個禮拜2至3次啦。如果放假帶埋小朋友上嚟咯，開車上嚟，我哋都喺呢度買咗樓嘅，食嘢啊都多嘢食啊，住都方便嘅。隨住港車北上、澳車北上政策嘅深入推進，港珠澳大橋海關累計監管驗放進出境港澳單牌車突破1000萬輛次，日均1.1萬輛次，一腳油門到珠海，已經成為港澳居民嘅生活日常。近日喺拱北口岸核心區設立嘅港澳服務中心，更加通過提供粵語接待、政策諮詢等方式，貼心服務北上消費嘅港澳居民。港澳市民嘅服務中心，我覺得係一個好親民嘅一個設計嚟嘅，因為其實我哋國語唔係咁好啦，咁所以如果有一個服務中心，如果有粵語嘅一個可以幫到客戶幫到我哋嘅，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咯。從硬聯通到軟聯通，從深聯通到深度融合，粵港澳大灣區正喺度書寫一個跨越地域融合發展嘅時代篇章。